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offee Boy，歡迎嚟到心靈雞湯系列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3個全新嘅小故事，每一個都係關於點樣睇得見自己嘅價值。喺忙碌嘅生活入面，我哋好多時都忽略咗自己真正做得幾好。希望今晚呢幾分鐘可以帶俾你一啲力量，一啲提醒。故事1：嗰支被借走嘅鉛筆。有一個學生讀書非常一般，成日覺得自己冇乜用。有一日，佢隔離台嘅同學忘記咗帶鉛筆，就同佢借咗一支。佢遞過去嘅時候，隔離台嘅同學就笑笑口同佢講：多謝你啊！你成日都準備得好好，所有文具都好齊。嗰一刻，個同學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原來佢一直都覺得普通嘅地方，早已經喺別人嘅眼中嘅可靠。呢個故事個寓意話畀我哋聽，你以為普通嘅地方，其實已經係你嘅優點。故事2：被放慢嘅節奏。有一位女士做嘢不嬲都好心急㗎，總係覺得呢自己慢一秒呢都覺得好奇怪。有一次公司停電，所有機器都停咗，咁佢就坐喺個窗邊望住個街，周圍都好靜，靜到連自己嘅呼吸聲都聽到。佢突然明白，原來世界唔係成日都要急嘅，好多時候只係佢唔畀自己停啫。呢個故事個寓意話畀我哋聽，你唔係唔夠快，你只係太耐冇畀自己休息啫。故事3：最後一盞燈。有一個保安叔叔，每晚最後離開大廈嘅，佢會逐層樓熄燈，確保冇人喺入邊。但係佢覺得自己嘅工作係好渺小。有一日，有一位員工特登走近佢，喺佢側邊輕輕咁同佢講一句：多謝你啊！因為有你，我哋先覺得呢度安全。嗰一刻，個保安叔叔第一次發現，原來被看見嘅感覺係咁溫暖㗎喎。呢個故事嘅寓意話畀我哋聽，你以為冇價值嘅事，可能成就咗別人嘅安心。其實好多你覺得冇特別嘅地方，原來一直都係你嘅光。你嘅努力，你嘅堅持，你嘅存在，都可能靜靜地照亮緊其他人。所以啊，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啊！希望你哋鍾意今日呢3個小故事啦。如果入邊有啲說話或者有個畫面，啱啱好講中你心裏邊嗰句，咁就已經值得啦。如果你想聽更多類似嘅心靈故事，記住可以返我嘅心靈雞湯系列入邊慢慢聽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，記得畀個 like、留言同訂閱支持一下。我係 Toffee Boy，多謝你花時間聽我嘅故事。我哋下一集再傾啦，再陪你。拜拜。